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7月20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的邦桥，昨发生一件冷气落落来激死人意外。一个社区大楼这17楼的住户请师傅来安筒仔型的冷气，那就是因为螺丝要被锁安，师傅煞抓准安好势啊，手一下就给放开。第四这冷气就为17楼悬落落来，去击到一个在等公车的政治大学查某学生。虽然边仔也至今化救人，不过查某学生送病院嘛是救无回来。专案即嘛是依照过失致死罪上班。涂骹拢是碎片，因为遮挖进邦桥新埔站的社区，17楼住户请水电师傅来装窗型冷气，也毋过30公斤重的冷气机竟然为悬的所在落落来。迄当时一对姐妹仔当咧等公车，冷气机拄飞讲着妹妹，警消协部将人送医急救。我听到嘣一声，然后我就跑出来就看到有一台冷气在地上，然后那个女生躺在地上，然后她的家属在旁边。监视器看到救护车，我又赶快冲过来。第一个先把现场拍照，然后传给我们总干事，报备总干事来处理。查某囡仔急救了后宣告死亡，警方随关在现场调查。因为查某囡仔是正大学生，学校也派员慰问家属。那警方调查，81年厝的师傅施工疑似无设立造成专案以过失致死罪救办。经送往亚东医院抢救后宣告不治，施工人员李南训后依过失致死，移送新北检侦办。司法警察这边会初步调查相关的证据，并报请本署检察官相验，并且会指示做相关的搜证，逐步再来厘清。这件命案引起监视楼骹应该进行安全管制讨论。警方私下问其他安全厂商，厂商表示并无强制规定，也毋过资深师傅建议上好有人伫楼骹管制较好，也强调装窗型冷气机身一旦把锁啊加强固定，冷气骹槽也爱拍碰到螺丝固定，也爱加拍壁好，加强承载，避免发生落落去意外。落空的是落壁，落壁你爱看，伊壁是窗仔较浮，较浮的时你就是螺丝就爱加锁较深的，落较深的，壁好爱落较深的。案发了后，新北市罗岗桥下令施工单位停工，各调查作业过程敢是符合安全规范，若违法，相关会罚30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索马利兰的驻台代表洪志控讲，放进代表处的职员欺负台湾员工，共性骚扰，而且买手阁找理由，甲台湾员工洗头路。受害者即马出来压空，呼吁咱的政府唔通干那告外交，颠倒咱台湾人互欺负。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支持受害者提告。那索马利兰的驻台代表处强调是这个小姐定定违反合约，口劝嘛唔听，才会甲洗头路。我持续的拒绝，后来他直接张开双臂把我抱进怀里，并在我耳边说：“我真的很舍不得你离开，我会想你的。”当下觉得非常恶心。受到踮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上班的时阵受到的不当对待，小姐话讲甲皮皮出，因为唔有职员性骚扰，个驻台代表无唔得，恶意欺压不当解雇，小姐报警说无妥当的处理，方认为咱唔是祝福尔，强制罪无起诉，恶意解雇，代表处阁唔付资遣费。现在是21世纪，难道外交礼仪比人权更重要吗？外交豁免的借口不能够成为伤害国人劳动权益的宝剑。台北市议员张书讲，索马利兰代表处派出不断，求职网站有负评，涉嫌性骚扰的姓某的职员，替学生签证来台，说担任经贸组组长。外交部讲，唔捌认定这个雇员有外交官的身份，伫第一时间有向代表处表达严正的立场，说明法规，嘛正是小朋友伊咧读的大学，要严格注意监督，国家警示。去年收到这些相关的讯息之后，我们也对当事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和关心。我们也全力支持他提出法律的这个诉讼，来确保当事人的这个权益。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讲，关于陈进宁所讲的案件部分，包括性骚扰甲不当解雇的案件，拢已经到法院判决，拢总无起诉。国讲当事人迄阵几若摆违反合约，
而且大家警告拢唔听，才会甲解约。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有业者用补习班立案，说违法的经营幼稚园，而且有家长出来指控补习班的老师涉嫌对3岁囡仔性暴力。市政府表示，有要求这间补习班为8月开始停止招生，嘛依法甲罚10万块。那性暴力的部分已经有专案小组完成初步调查，目前地检署等咧侦办。妈妈很自责，没有好保护你。但是我努力的争取跟站出来，寻求大家的帮忙了。讲到伤心的所在，被害囡仔家长是无法度控制情绪，逼出新竹市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用另外设补习班的方式，违法的经营囡仔照顾的业务，而且疑似涉嫌对囡仔性暴力。囡仔的讲法是，只要反抗，规身躯拢会轰趴。一直到这个老师洗头路，伊才敢讲出来。很久之后，某一天他要脱口而出：“妈妈，他对我做那件事情。”我们才惊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直接用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当下。被害囡仔家长控诉讲，自头到尾，因拢准是讲囡仔读的是幼稚园，所有业者用2面的手法来骗。后壁才发现讲，被告根本就无教保员，也是幼稚园教师的资格，只是工读生尔。针对疑似涉嫌对囡仔性暴力，教育处已经成立调查小组，强调绝对袂放过这件代志，已经完成初步资料的调查，入去司法定书，新竹地检署的指挥侦办。市府在日前已经公告，从8月1号起停止该补习班学前部分的处分。而市府在日前也多次主动派员稽查，稽查后因为证据明确，因此依法再裁罚10万元，同时协助儿童安置至其他合法的幼儿园。政府应该赶快去紧急的去彻查，是不是有这种名称很近、位置又很近的列为高风险的关怀。全高中指出讲，台湾是一直传出违法经营幼稚园的案例，业者会用 A 名称替补习班立案，再用同款的名替幼稚园来立案，而且地址毋是同一个所在，就是隔壁，互家长母袂清楚。立委是呼吁应该加强地方政府对地基补习班的稽查力量含人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赖清德前几日讲台湾总统会使行入白宫，这款讲法虽引起议论。有风声讲美国有要求咱得爱解说互清楚，不过咱外交部是否认讲美国无提出要求。那民众党的郭文德是口说赖清德，讲咱是要选总统，唔是要选美国的州长。另外，国民党侯友宜是等到新北造势，想要甲基本的票声过互在。在面对区域霸权的崛起，我也会沿用继续推动蔡英文总统的4大坚持。来捍卫我们的民主宪政体制，维持现状。伫咧造势场合重新维持现状，用中华民国台湾来团结社会。副总统赖清德正经提出，台湾的总统会当行入白宫的讲法，引起讨论。金融时报也报道，美国官员要求爱澄清，显示对赖清德两岸关系疑虑。不过，咱外交部是否认有受到美国方面的关切？美国的资深官员已经否认了，他们跟赖副总统团队有任何的关切。对手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是批评赖清德哪会讲行入白宫，敢若是台湾总统上重要的任务。台湾是爱面向全世界，讲赖清德的态度唔对。我们不是来选美国的州长，我们也不是来选中国的省长，我们是来选台湾的总统。所以也不用去说这什么这场选举是什么白宫跟中南海的选择，对吧？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发文批评赖清德，凊彩讲真危险。伊讲伊会伫咧后个月向大家报告伊的中国之策，敢若是对参选也有空间。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拜四暗是登到大本营新北市造势，伊讲伊家己未来是平凡人的总统，更加挖掘一般平凡人的声音。民进党执政了，人民的笑容甲善良拢无去啊！人民不相信了，人民的笑容、善良也不见了。更不见的是，人民对台湾的未来看不到希望。伫礼拜国民党全大会，那也希望积极整合内部，展出团结的气势。记者综合报道。
国防部接到官兵的检举，讲有一个教人拍风队幽灵的教练罗继贤，为去年4月开始涉嫌透过退伍的官兵接触现役的，甲因扣来发电组织，找机会试探军情。检方搜查了后，甲7个被告带回来，包括罗继贤甲退伍的军人，拢总5个人全部受押禁见。台前电机卡领先高难度消息，Q0教练罗继贤真有名气，捌得到外交部邀请出国表演，即摆煞互警方定调的。双手就靠用外套抓到，下方躯体到案，因为伊涉及强谍案，2早做到羁押禁见。怎么会涉及国安法？同款是教练的郭碧婷是价钱郭书瑶的小弟，也方约谈幸后得到20万高保。郭书瑶透过经纪人表示，小弟因为找工课互罗继贤引带，无断价值纷争，全力配合调查，也毋过实际打电话互郭碧婷。转接语音信箱。Q0教练双双合力丰富，因为检方发现罗继贤技术去中国比赛时，涉赛对方的官员，为去年4月开始，涉嫌透过退役士官兵接触国有化现役士官兵发展组织，甚至也趁机会试探军情。对他的认识应该是比较初期的，他创立这个公司，就是我觉得初衷是很好的。初期认识他的人应该完全猜不到，也不太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早伫几啊年前，罗继贤就捌偷用中华民国Q0联名名义，别出讲出国办比赛，借出募款骗钱，互判刑定案了后无报道执行，互通缉。今嘛佫加入强谍案，甚至想要吸收现役军人。专案会见跟国防部讲接到官兵计划，是国防部接获官兵检举以后，采取了损害管控作为，并且通报国安单位共同侦办。检调19这波行动，搜索达到6个军事机构，夺回7个人新闻。除了罗继贤，也有4位退役军人，也方羁押禁见。专案调违反国安法侦办，也毋过国内最近一再爆出强谍疑云。会不会觉得自己对不起国家？海军退役少将夏福祥，疑似和中国统战组织吸收，今年3月方起诉。旅行社负责人邵伟强，涉嫌替中共发展组织一审判15年。即摆头一波搜索，被国无看到现役军人，也毋过警方也无排除会发动后续侦查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2日台湾各地头甲偏乌、金门、马祖拢是侪份好天，温度平均是25度到35度。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天气同款将有热，各地头高温大概是32度到35度。气象局针对12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温度上悬可能有36度。若台北甲宜兰佫较热，上悬可能有到38度。今仔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会落短暂雨，过昼了后，西部甲东部山区会落雷公雨。另外，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伊个今仔日就会真做风台，请民众要随时注意气象资讯。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踞，伊个今仔日就会形成，外围环流可能为后礼拜1开始会影响咱台湾。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差真济，请民众就要注意观察。最近这几日啦，全台湾拢是侪云到好天，民众嘛拢把握好天气出外去行行咧。不过气象局表示，这款的好天气伫后礼拜就会开始变天。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今天清晨2点新形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的话，它有机会形成今年编号第5号台风杜苏芮，路径的话大概会比较朝偏西的方向往吕宋岛这边行进。下周要注意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目前风台杜苏芮若是形成了后，会行对倒位去，各国的预测拢无啥同。气象局表示，预测的走向一个无解确定，需要时间来观察。主要的关键点要看在礼拜天到下礼拜1这段时间，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如果说它到时的话，事实上是比较减弱的状况的话，它其实别转的分量会比较大。不过目前来讲的话，太平洋高压未来是逐渐增强的，偏西北的方向通过吕宋岛这边几率是最高的。气象局嘛提醒民众，未来3天落雨的机会无介大，水汽会渐渐减少。不过嘛是要注意过昼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部分地区高温可能嘛会升到36度。提醒民众得要补充水分，有防着沙。另外，恒春半岛嘛有可能会起长影，需要特别注意。记者蔡嘉欣、林玉凯台北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7月23是24节开的大暑，嘛是规年冬天上热的时阵。
按照卫福部统计，7月到今，因为热伤害挂急诊的已经有600个人，是去年同期的1.6倍。急诊医师嘛发现，6月到今热伤害甲着栓患者有加1成到2成。来看自由时报，嘉义的水田连续2期暂停引田，地势被虫害严重，未少区田拢去予黄牛仔算断。农电水利署昨就伫嘉义地区开说明会，通知农民暂停引田以后的补助措施，且农民就要晓图减少被虫害。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初审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的修正案，规定老师袂使甲未成年学生谈恋爱。就算是成年学生，老师嘛袂使利用权势强迫发展亲密的关系。若假是2个人互相意爱，这都袂受限制。这修正案若通过，会伫明年3月7日开始实施。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案要禁止老师甲未成年学生谈恋爱。不过，外界认为国家用公权力干涉私人的生活，有违反宪法的疑虑。若教育部是根据第3条的修正条文提出解说，讲重点是要阻挡老师利用无对等的权势甲学生谈恋爱。准讲有一款违反伦理的情形，才算是犯法。不是要禁止师生恋，是要禁止你不当利用不对等的权势关系去发展这个关系，那才是大家要禁止的部分。不管是发展亲密关系，或者是就利用权势不对等权势关系，都有情节轻重的问题。所以最终仍然是要经过性平会衡量决定，最重就是解聘提聘不续聘，终身不得再聘用。来看去年北部有警察甲台办业者斗空开假罚单，甲轿车为吊扣变吊销，互业者会当重新去领牌。即马伫高雄市警察局嘛出现类似的状况，目前已经有3个分局互搜查，4个警察也互检调带回去问话。监理所内面真侪人，有的民众是家己啉贵去办业务，嘛有民众是开钱请台办业者去办。但是高雄市警察局疑似有员警涉嫌和台办业者斗空，开假罚单，或且对吊扣变作吊销，结果领牌登上路。三面1分局、2分局和金武分局都互敲催。已有涉嫌包庇特定业者，借由警员不实举发其驾驶汽车未悬挂车牌，或于吊扣期间行驶而吊销其汽车牌照。再由该等不法业者至监理单位重新验车后，请领新牌照。疑似4个警察涉案，互带转来。检方讲，专案搁要等调查厘清，但是警察改革协会嘛烦恼讲，若是有警察是伫咧唔知影后壁有这么大的利益，还是根本啥物拢唔知，是为着借口取缔违规开单，作风以贪污罪嫌上班恐惊是真无辜，且检调查真相嘛，建议警政署较紧补破坑。教育员警说，有人在利用你们开单的行为牟利。比较明显的告诉大家，这个东西不能乱开，开单的绩效要把它拿掉，积分高得非常高，难保员警不会铤而走险，说为了绩效去干这个事情。高雄市警察局讲，这个案是局内的督察室主动自检清查，报予警政署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相关单位来侦办，因会继续以袂冤枉嘛袂放过，铁查到底的精神，阻止风纪弊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南非的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19暗时发生爆炸意外，这爆炸地点是4线的大条车道，所以唔但路崩起，车嘛变起，造成1个人死亡，48个人受伤。若爆炸原因要搁咧调查。对现场的监视器画面看到，这条车流量不正大的车路，路边突然间发生爆炸，车辆被炸飞几落公尺远，民众惊甲赶紧逃走。南非的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这条4线的车道，19暗上下班时间，唔知为什么发生爆炸。I think it was past 5 lapho, ngiyoshaywa past sizwa i-explosion nje boom. Kuthi kuyenzakalani asazi sibona imoto zindizi ziyawa like disaster nje kumoshakele yonke into nje nento nje explodile between 上下班时间，这条路有真侪细大巴士伫咧行，路的两边有真侪悬楼的建筑物，包括店面甲徛街。当局伫咧爆炸现场搜救，找到一具男性的尸体。这件意外造成1死48伤，现场有人讲爆炸了有闻到化学药品的味。At least babheka ukuthi kwenzakeleni yini ekhoze le nto le kwenzakeleni yini ekhoze into le kwenzakala kaso ilusizo esilucelayo kakhulu oluphuthumayo kuyathusa lokho kuyathusa and sinengane encane.
在这个月初，约翰尼斯堡高考的贫民窟也爆发生过一件有毒气体外漏的事件，造成17个人死亡。当地官员认为，可能跟非法采矿的活动有关系。这件爆炸，当局一开始就怀疑是地下天然气管线外漏，不过供应商讲天然气拢无停落，所以爆炸的原因也搁调查。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罗西亚连续2暗拢攻击乌克兰南部重要的港口敖德萨，甲一寡准备要出口的米切有6万吨拢甲毁掉。罗西亚即阵已经承认即届的轰炸是要报复乌克兰攻击因的克里米亚大桥。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第3大城敖德萨爆炸声不断，核笼罩烟雾引起真侪所在大火。俄罗斯第17宣布退出乌海国务协议了后，连续2暗用飞弹加无人机发动攻击，击到敖德萨的7村啊，摧毁准备出口的6万吨切啊。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несли групповой удар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 оружием морского 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объектам во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топлив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кладам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а Одесса. 俄国国防部承认这届空袭是报复性攻击，目的就是要回应17克里米亚大桥搁再受到攻击的事件。乌克兰官员是讲，至少甲8台俄军无人机拍落来。敖德萨当地至少12个人受伤，包括一个9岁的查甫囡仔挂着伤。I think it ought to be quite clear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that Russia is using food as a weapon of war, not just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but against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most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ho depend on grain from the region. 当地时间19透早，乌克兰赫尔松嘛遭受空袭，击到当地一间教堂。自从战争发生到当，这间教堂为当地灾民提供食物、水甲衫，佮带因做伙画图，提供音乐指导，共同度过战争的艰苦。居民甲义工嘛赶紧抢救设备。另外，作风一向神秘的英国军政六处负责人摩尔，19日一刻罕见呼吁俄国人替英国做情报工作，来结束这个战争。I invite them to do what others have already done this past 18 months and join hands with us. Our door is always open. 另外，摩尔嘛认为人工智慧是潜在自身甲重大威胁。伊表示，英国情报人员已经伫利用人工智慧，早该向俄罗斯供应武器，而且伊团队嘛当伫甲中国相关的情报单位伫对抗，因用人工智慧的科技无道德得到情报。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瑞典的首都前一阵仔发生烧古兰经的事件，致使伊拉克甲瑞典的关系变搁较歹。伊拉克即阵都甲瑞典的大使赶出境。为了要抗击伫咧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烧古兰经的计划，伊拉克20呼召瑞典的大使，并且调配驻瑞典的临时代办。伊拉克国家通讯社也报道，伊拉克已经暂停瑞典爱丽省伫伊拉克的工作许可证。几落百位示威民众会旗啊、爬过墙围啊，并且放火烧。伫巴格达的瑞典大使馆已经关闭，也无讲当时的重新开放。瑞典外交部讲，这件代志完全无法度接受，政府强烈谴责这款攻击，将甲伊拉克接触表达失望。伫发生放火了后，伊拉克总理苏达尼随调集安全甲外交官员开会，将会起诉放火的人，并且甲失职的安全人员以上调查。巴格达也警告瑞典，若有人烧古兰经，将会断绝两国的邦交。烧古兰经事件引起部分穆斯林世界强烈的反弹。伊朗外交部召见瑞典驻德黑兰大使，强烈抗议亵渎神圣的古兰经。土耳其讲，斯德哥尔摩事件是正卑鄙的攻击。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呼吁阿拉伯加伊斯兰国家也看到瑞典大使，加驻瑞典大使撤回。自美军推翻海山警官了，伫伊拉克飞起来是个派警司萨德也站出来讲。إلى سن قانون يجرم حرق القرآن ويجعله جريمة إرهابية。这件代志是因为瑞典的警察伫咧6月28批准一位伊拉克难民烧古兰经了，20搁再因为同款的理由，也就是言论自由保护的规定，搁核准伫咧伊拉克大使馆外口举行同款活动的申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英国正式签协议要加入 CPTPP， 但国会审查批准了后，伊讲明年就会生效。若台湾甲中国嘛有申请加入，英国表示
加这个标准袂因为是倒一国就来放零。来看有美国的媒体报讲，中国骇客侵入美国官员的电批小号。根据了解，这挂电批的内容可能会漏涉拜登政府访问中国的规划，搁有美国政策。美国的兵仔伫南韩犯罪，要回去美国接受处分的时，刷绕跑走去北韩。美国这边是想尽办法要甲北韩直接，甚至是透过联合国的沟通管道。不过北韩目前对这个代志拢无回应。来关心美国侨美的董事长、执行长苏姿丰访问台湾，将阳明交通大学颁予伊一个名誉博士。苏姿丰是鼓励学生爱加接触无共领域，培养无共的见解。嘛唔通停止学习。那这行程结束了后，苏姿丰昨暝已经离开台湾。对阳明高大校长林志宏招来接过证书，侨美董事长苏姿丰举办名誉博士学会。Congratulations to Dr. Su！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阳明交通大学。用中文向大家问好，苏姿丰讲，伊一开始拄接触半导体时阵，真侪人伊阁无了解这是啥物系，因故伊相信半导体会当改变世界。尾啊，佫讲到 AI 将会定义未来10年甚至更加侪年了的趋势。Generative AI has really reshaped how we think about this, where we see that every product, every service, every business in the world will be impacted by AI. Now, AI also requires that all of the disciplines come together.Including hardware, software, systems, applications, and even business models. 做半导体要到30年，苏姿丰这边来台湾，有将侪学生特别来观礼，听伊的分享。台湾半导体的一些方向，或是之后可能先进的制程的一些方向，这样子。那阳明交大在 AI 这方面的话，也是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对，那也希望看看 Lisa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资源，甚至给我们一些年轻的学生一些建议，这样。伫咧教学生对谈的时阵，伊鼓励大家尽量使用科技，也加去了解各种无共领域的代志。To really try to have a broad view of the technology field, because, what we always learn is that it's not today's problem that you're trying to solve. Actually, you're trying to solve tomorrow's problem. And so the more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t you have will prepare you very well for the future. 有人问讲，工程师爱安怎发展商业的思考？苏姿丰是讲，哪做哪学，尽量去解决困难的代志，互家己的未来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积电第2季发说会，台积电表示，因为整体经济情势无起来，客户对库存的管控更较严，才会加2023年全年营收搁调降，按算要降10%。另外，针对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起第1季的晶圆厂。台积电嘛讲有遇到挑战，所以量产的时间会延后到2025年。中原大港龙头台积电20举行第2季发说会，股价小盘做收。虽然最近 AI 人工智慧需求增长，也毋过台积电表示，受总体经济情势继续行软，中国需求复苏比有期慢，甲客户搁较谨慎管控库存，所以搁一摆下修2023年规年的营收。Even we have a very good AI's processors demand, is still not enough to offset all those kind of macro impact. So now we expect that the whole year will become minus 10%. 台积电预测，无晶圆厂半导体库存要到第4季结束时，才会来到更加健康、更加低的水准。就算2023年更加有挑战性，那以美金来计算，未来几年有望有机维持15%至20%的年复合成长率。那伫海外市场进度，台积电坦白讲，伫美国亚利桑那州当地建造的第1期晶圆厂遭遇挑战，原定2024年底量产会延到2025年。We are encountering certain challenges, as there is an insufficient amount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ose specialized expertise required for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a semiconductor-grade facility.
台积电也说明，日本的晶圆厂是按照进度伫2024年尾进入量产。那欧洲的部分会加速评估德国建制车用特殊制程的产能，有关爱伫客户需求甲政府支持的状况来决定。台积电20日下昼召开线顶法人说明会，说明全球布局也公布第二季营运结果，毛利率54.1%，比第一季跌2.2%，也毋过表现犹原比预期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鹿港的十字路连接到后壁洞的跑马龙，今年5月传出讲，这老公的红门头放弃。在后壁洞细蛋的厝主最近佫发现有壁损，伊就烦恼这会害游客着伤。中华县文化局表示，会做审计小组，看敢要把这跑马龙列入去历史建筑物的范围。壁面的壁棚一看就是有补过，另外这个花娘嘛出现几下的壁棚，而且都下过鹿港金城巷的顶悬，下骹都是一堆人的楼梯，这嘛互细蛋的厝主烦恼讲，有可能因为安尼会发生意外。你又不认定它是有用的历史建筑，你们又不承认它是古迹，那我自己留着找麻烦干什么？对不对？那我就配合有办法的单位说，那就干脆拆掉啊。细蛋的厝主讲，家己就住伫12楼的后栋，和整栋之间有这个跑马楼相接，但是用红门头去补已经是真侪年前的代志。今年5月已经立落去一摆，即马佫发现讲有其他的花娘已经用伤久逼去。公所讲，目前敢若会当加强提醒游客爱注意。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包括我设置那些三角锥警示带。中华县文化局讲，12楼是早期文人雅士伫遮联络感情的所在。整栋的2栋私有建物，伫2001年是红列作历史建筑，2009年发包征收，去年5月完工。但是后壁因为产权伤复杂，包括跑马龙在内，无妨放入去历史建物的范围。因为目前佫是私人的产权，所有权人应该负责修复。他自己的部分的损坏，他是不是需要公部门去维护？这个其实上，基本上它是依照建筑法来看的。可是如果针对跑马楼具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是不是应该扩大登录范围到11楼里面？这个是依照文化资产法的程序来处理的。中华县文化局讲，会和专家组成审计小组，确认12楼和跑马龙的关联，和文主价值讨论敢要纳入12楼的历史建物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家居布地好美丽为2015年开始推设海沙堡复育的工课，经过9档外拍拼，海岸线到岸边的长度，为原本的150公尺，又长到400公尺以上。这海沙堡的面积嘛增加25公顷。在地希望政府会当提供资源，让这个海沙堡变得较好。嘉义县布地好美丽是一个小型的渔船，进前沙堡流失真严重。9档前开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就利用废弃的乌坪构沙培养沙堡，已经成功让海坪的面积增加25公顷。用废弃的科棚架竹篱挡沙之后就种树嘛，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呢种了10700棵的木麻黄、水黄皮、白水木、黄锦，还有椰子树。我们把人为垃圾把它清走，然后希望把这些有用的这个科棚留给社区来合作，变成是他们今年度可能每年9月、10月在做固沙的时候呢，来去做一些使用。社区发展协会讲，以前考涝的时阵，沙的培里摆社区海涨的时阵，海水嘛因为卖，才开始积极做海坪复育的工程。这个上较严重，就是背落阮的鱼骨仔来，鱼骨仔来，阮是种迄个放迄个文革嘛吼。啊，所以背起来，背落到地拢1、2尺，半米以上啊，迄文革拢吞去。退潮的时候，从原本的离岸边，我们的这个河体海堤150公尺，现在往外推了大概300到350公尺，也就是我们现在退潮的时候，我们的海岸线从150变成到400、450。县政府表示，会阁投入资源协助民间团体，继续改善布地好美丽的海坪，恢复原来的风景，嘛希望讲，互地方有条件来推设观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现代人是愈来愈晚结婚，根据上新的统计，国内民众平均是31.7岁才结婚，创下历史的新高，这比10年前是加1岁左右。大部分的民众嘛讲，是因为经济负担袂起，才会遐尼晚才结婚。
公鸡小九节刺青婚纱充满幸福气氛，比起较早，即卖人愈来愈晚结婚，因为社会变化也甲教育程度较悬，个人婚育观念改变，初婚年龄嘛愈来愈侪岁。从早期大概30-40年前，18岁到25岁，现在的平均结婚年龄，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大概30到35岁。以前很少看到40岁到50岁一婚的新人。但是现在其实还蛮多的。根据内政部6月上新统计，个人平均初婚年龄是31.7岁，佫创下6年来新高，比10年前增加1岁。其中男性32.6岁，女性30.7岁，6都拢有较晚结婚的趋势。其中上明显就是台北，平均33.2岁才结婚，是全台湾上晚结婚的城市。晚结婚的原因真侪，大部分的民众是讲经济因素是一大考虑。金钱方面吧。因为现在花费很多，然后养小孩也是花费越来越高。经济状况跟物价、房价，对我个人会觉得没有一定的基础不敢结婚。我身边朋友好像都还没结婚。现在不是人都越来越晚了吗？我可能不结婚吧，一个人自由自在啊。通市虽然是上少年的直辖市，不过嘛是有晚结婚晚生的趋势。目前甲新竹市是全国2个补助冷冻2个县市。112年截至7月17日，总共有68人申请，其中以36岁到40岁为多数，总共有45人申请。卫生局表示，冷冻2个营养金补助的对象是设置伫通市30至40岁女性。第一年会当申请补助营养金1万块，第2年甲第3年会当分别申请保存金各6000块，相关补助金额是22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拢认为讲，敢若少年囡仔会生条仔。不过论真来讲，现代人食食甲生活形态已经有改变，为10岁到40外岁拢有可能会生条仔。有皮肤科医师就讲，真侪人会用民间的偏方来处理条仔籽，不过这若无效果，可能佫会伤着皮肤。所以上好的方法就是去皮肤科量早治疗。今年34岁的苏先生真有自信，徛伫咧台顶参主持人讲话。但是苏先生以前捌因为满面条仔籽真无自信，伫电头门店做工课的时，佫互人歧视。有一些客人就会有一点疑惑，就是会觉得，你的外表怎么会比较没有说服力啦。台湾条仔籽甲玫瑰斑协会表示，过去的观念认为青少年才搞发条仔籽，但是现代人则是西化，生活形态也改变，发条仔籽的年龄层也变快。从以前大概13、14岁，提前到现在大概10岁左右就开始会发生，到了20、30岁，甚至到更年期之前呢，都还是可能会长痘痘。皮肤科医师表示，治疗条仔籽重点是要量早接受治疗，而且疗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病患要有耐心也是重点，而且唔通相信民间偏方。其实各式各样的偏方都有，擦牙膏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中草药，然后有些是比较刺激性的精油，很多粉刺它是在很深层的地方，那你擦 A 酸可以加速它代谢出来的时间，可是一定要有耐心，有时候甚至要1个月或2个月之后。医师表示，使用偏方除了无法度有效治疗条仔籽以外，佫可能会产生皮肤炎，甚至可能留下疤痕。医师表示，治疗条仔籽需要按照个人的状况设计治疗方法，愈早来看医生，治疗效果就愈好。记者郭炳条随台北报道。古早人讲，红架桌顶无咧踩古堡，即阵因为时代改变，真侪礼俗已经无合用。为着要改变过去重男轻女的观念，中华殿中的妇女馆就邀请生死关怀教育推广协会去社区，甲时代做伙讨论生死，佮有祭拜议题。会当安尼做，对，所以恁感觉即个会当改无？爱改无？古早人讲，红架桌顶无咧踩古堡，毋过即阵时代已经改变，用桌仔椅和社区时代，若算若讨论过去的丧葬礼仪，敢有需要改变呢？讲这个旁道的代志，旁道本来拢是查甫的咧旁，即马爱改。查某囝无嫁啊，对无？安尼以后就爱家己一个伫外口。无法度甲家属的做伙，这款是足无公平。这是中华殿中妇女馆举办的改变传统习俗的讲座活动，透过讲师的说明，
为靠路头、夜下汤、房顶一寡礼俗来讨论，若已经无符合时代的需求，就应该来调整。即卖重点毋是讲以前无好，是时代的改变。咱就爱来接受医疗科技生命观念拢有改变，所以我感觉方法了对，搁借助桌游，我感觉长辈是会使接受呢。江苏嘛表示，推广的过程上接拄到长辈讲，新历无说，旧历无灭，大家会惊无对传统行，会互人讲硬话。透过游戏同齐分享经验，互长辈会当用无同的立场来思考，做伙讨论传统习俗要安怎调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春日乡公所甲部落合作办理文书工作坊，这回因要来整理族谱。互社区的居民对照历史文献，知影家族的故事，嘛建立对部落文化的自信。金竹协队详细讨论，这是屏东春日乡所举办的族谱整理工作坊，真侪部落少年人加入活动，借族谱去认捌家族的故事。在做家谱就是一件还蛮特别的一个礼物啦。这样就是我的妈妈也在，然后。我的舅姑也在这样，对，就是这样，然后陪着我们的小孩子，然后一起做这个家谱。写这个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人让我印象深刻。指导老师邱建伟表示，工作坊带学员去地方采样做口述历史，再个对照亲族的关系甲文献，互学员去甲家己的身份找回来。透过这个方式，会当建立对部落的自信。逐步把自己的家族的历史、跟家族的职位，还有他们的家族名找回来哈。那这样的环节哈，不只是鼓励传统领袖持续跟家族建构更多的连结以外，也能够让年轻人透过这样的方式哈，找回对文化的自信感。制作族谱虽然是大工程，不过邱建伟讲，这也是熟悉家己上直接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酷字是性少数群体代称，若科学甲性别相结的艺术品会写做啥款呢？台北教育大学的北书美术馆即阵就办一个展览，要互大家来看这艺术品写做啥款。这挂艺术品是用科学佮性别故事交织，加做主题展览。这个展览号做扩强生，拍开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点，就是运用生物的图像。艺术家刘有是表示，伊即个创作理念是家一个青梅科学家，透过其他的感官，把这挂生物的形写落来。然后我的改是这画出来，这个知名的博物学家他所书写这些生物，也因为这些书写它是非常具有文学性的，所以好像我们好像可以重新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生物，但是完全无法想象这个生物是什么，所以我又重新再去把这样子的生物绘制出来。共生嘛讲到和主流的社会性别认同无同的部分，中国的南方有状元红、女儿红。艺术家李巴欢就会用 queer 代表的知识，做出一款叫做基台酒。这款酒是用知识加宝菌落去发酵。也许有一些人，他们的性别认同并不一定是男生或女生，但他们既不是儿子，也不是女儿。我就想说，也许可以采用酷儿文化里头常见的一种紫色的色调，然后把它做成紫色的酒。所以这个子代就是紫色的等待跟小孩子那个子代 offspring 这个字。北书美术馆举办扩强生的展览，展出11组台湾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展期为7月22日开始到9月17日，希望对这个展览当中，会使看到生物各有性别的多元，嘛去理解、接受社会中性少数的族群。记者柯家选曾准佑台北报道。体育署是正式公布杭州亚运的选手名单，咱要派伫顶届东京奥运有摕到奖牌的选手郭幸顺甲杨永伟来带头，拢总有524个选手要参加32种运动比赛。体育署表示，这届的目标是要摕到10块金牌。5个亚锦赛大项比赛，亚当女神郭幸顺游完摕到3铜，回国了后，伫国训中心调整状态，准备9月的杭州亚运。当然还是会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越是这样，越想要有表现，越不能急，一步一步这样子前进，应该会有不错的结果啦。29岁郭幸顺面对家己的第3届亚运。伊要向东京奥运摕牌黄金计划精英选手，陈文慧、杨永伟、李志凯
带领524个选手参加32种比赛。奥运性比赛种类的霹雳舞、厨房运动抗白。台湾民众介意野球、篮球、骹球、排球这团体球类运动，电竞、围棋这智力运动，拢有选手比赛。举重、羽球、柔道、跆拳道、射箭、桌球等等，还有体操等等，以及包括我们的那个滑轮溜冰、竞速的，还有软网等等，都是我们的重点的部分。顶届雅加达亚运摕到17金、19银、31铜，是历届参赛第2好成绩。体育署访问到这届奖牌展望，副署长洪志昌讲：能够朝着能够突破10面金牌的一个目标来努力了。因为这2-3年里面很难去做一些评估，尤其一些新秀在国际场上的一个历练，很难去做比较精确的一些的评估。体育署讲，向突破10金来打拼。选手按9月15日起分10批去杭州，来回上少是坐豪华经济舱还是商务舱？希望选手全力比赛，进一步来挑战2024巴黎奥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墨西哥有一个小镇挖进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因为遐看喙齿的费用比美国是加正俗，所以美国有真侪人会专工跨境去遐看喙齿。这4条大路都有买600斤的齿科诊所。当地人拢讲，因遐是全世界上侪齿科医师的所在，而且因为这费用是真俗，逐间诊所是拢正拼，器材是愈换愈先进。今年64岁亚利桑那州的退休族大卫巴瑞10年前开始专程穿过边界，去墨西哥俗称古齿市的洛斯阿科多纳斯看喙齿。伊讲真侪人误会墨西哥的齿科品质较歹，毋过事实上这设备搁较先进。伊故乡的齿科也咧印模。毋过这全部拢是电子化咯。When I first came, I needed quite a bit, a few implants and crowns, and in California they quoted me $35,000, and I think I paid about $6,000 or $8,000 here. 美国总人口当中，差不多有1/4的人无齿科保险。我亚利桑那州设伫194年的小镇洛斯阿戈多纳斯，就用优惠的价销，每年吸引数十万美国人来看喙齿。因为价销实在差真大，就算爱真侪摆会诊，差价要够支付旅程另外开销。小镇4条主要街仔路组织将近600间的诊所，当地人讲这是全世界齿科医生上密集的所在。11月到4月大月，伫遮一直求的美国人，用要甲镇上7000个居民共款济。突然真热天，逐工要差不多2000人。为加州、亚利桑那州，或者是新墨西哥州来到遮。La clínica empecé yo solo, cuando iniciamos por allá en el 1990 me independicé y de ahí ahorita a la fecha seremos como 60 personas en la clínica, somos 20 doctores. Hay 12 unidades, tenemos otra clínica en la parte de abajo del pueblo y ahí nos dividimos la clientela, ¿no? 早伫网络和选择医疗照护服务变更较方便进行。洛斯阿戈多纳斯靠美国人之间的风声来传播，即嘛有专门的网站帮助病人挑选医生，解决乳头后倾问题。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现代人要去落草无实的所在，若要找路，就要靠手机的 GPS 地图来找路。不过，这个功能对使用者来讲是无啥利便。当今就有新创的企业开发出一种倒伫鞋仔顶悬的辅助工具，透过震动的方式替使用者找路。鞋仔体彩加白色的感应器装伫咧卫面甲鞋仔内底，简单的辅助工具就装好啊！这是东京一间新创企业为了协助目睭无好的人出门找路所研发的辅助工具。手機や各種專業嘅 APP 就能開始使用。初めての場所に行くときにはスマホの音声案内などが頼りですが、音声に集中すると周囲の状況に気を配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言います。这种找路辅助器有分正脚甲倒脚，一个辅助器有3个感应的震动点，分别伫咧脚盘、脚底边、脚靠后底。只要事先伫咧 App 内面输入出发的地点、加要去的所在，出门了，鞋内面的感应器就会依照无同方向甲行动提供指示，像说当要倒发，倒脚的脚盘会先震动，等到细发的所在到啊，两只脚6个点拢会震动。那这么就随要倒发，倒脚3个点也会震动。
23岁律师的古田光基，怎么出门动用这种辅助器？周囲の環境に耳や目を向けながら。かつ足でナビゲート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人混みが多いところ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も積極的に足を向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除此嘛，这种双脚导航辅助器亦个需要改善过车路拄到信号等问题困难，希望会让互更加侪视障者出门自由自在。另外，伫行道要替耳孔无好的人所研发的安全辅助工具，像耳孔无好的双脑哑视，就算装作听器也常常无听到後邊的聲音。怖くて、ちょっとこうやって振り返りながら歩くようにしています。这种辅助器爱派一个小型雷达，高挂会当接受雷达信号的表啊。若行伫咧路的后边有车挖来，前置雷达就会传送震动信号到表啊顶头。伫车挖滚的前5秒，提醒爱注意。不过，这种辅助器怎么对连线车流挖滚的侦测，也会改善，希望会当更加进一步改进设计，帮助更加侪耳仔无好的人。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最近美国的天气真热，高温一直升悬。德州有一间健身房上出一波，就是伫窟仔内底下冰角，民众浸落去就会心凉鼻吐开。若美国甲墨西哥边界有中南美的移民，因为无路无厝，免讲找冷气啊，干那会当找所在炸日头。天气烧热挡袂牢，真想要秘入冰箱内底。德州这间健身房，互你实现这个愿望。业者伫那一缸的冰桶内，朋友啊放甲甜甜。睇入去，隨時心涼鼻吐開。When you first get in it, there is that initial shock, but then there is just a calm that overcomes your entire body. And once you get out, which I did 3 minutes, it's just invigorating. 德州最近連續清寒溫，真多人秘佇室內無想要出門，店家徛家冷氣用電量創下高峰。為了鼓勵民眾加運動，這間健身房想到銷量的好步數平抑，互熱人上水耍水，加添更加侪趣味。來看美墨邊界，逗留伫墨西哥城市新拉雷島的中南美洲移民，互炎天赤日晒甲頭昏昏腦頓頓，伊唔敢想要找冷氣，敢若希望有一片布片頭炸日就好。Tenemos que estar constantemente comprando hielo. Claro, sí traen cierta cantidad de hielo, de agua, pero por la cantidad de personas se acaba bastante temprano, bastante rápido. Mi hija tiene incluso los labios agrietados totalmente, a pesar de que le doy suero, su bálsamo. Y así vuelto está bastante afectada, sinceramente. 移民还讲提供予因的资源一天比一天少，未来因要去美国的梦想会愈来愈好实现。因为纽约市拜三发表声明讲，当地使用空间有限，未来限制要求必要成年人干会当住60天。纽约市政府派人去边界分传单，呼吁移民若是要来美国，请选择其他城市，唔通来纽约。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6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